大汪。作为现代人，我实在难以舍弃忙碌的生活，远离人群，到深山闭关修行，对我来说似乎不太现实。请问您有什么建议吗？人们有时会向我问起有关在现代化世界中践行佛法，或在繁忙城市中生活的建议。我认为我们可以向杜母学习。他其中一个特别之处是，他并没有去洞穴或僻静之地进行这些禅修，他在身为公主的生活中就做到了这些。你可以想象，身为公主，就像今天的名人一样，她周围的生活奢华无度，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奢华之物。虽然住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，但她并不执着于这种生活方式，这是我们要记住的特别重要的一点。她不执着于奢华的生活方式，她有的山珍海味、芬芳香氛、宏伟宫殿、金银钻石，她能够以公主的身份生活，同时践行佛法，并取得那么伟大高度的成就，解脱了如此多的人。正如佛陀所言，他获得了卓玛这个称号。第43任萨迦法王，摘自《灌顶前谈绿度母》。